迎回到9点不一样。台湾处处有温情，来看感人的故事。在台南七股有不少弱势家庭的孩子，下课了，父母都不在家，也没钱上安亲班。当地有一个佛教团体，从10年前就开设了课后辅导班，义务替家长照顾这些孩童。现在这些故事被拍成了微电影，要传递菩萨心。你当上帝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啊！小朋友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解说唐诗，这可不是哪间国小，而是七股区的一个课后辅导班。来上课的全是当地的弱势孩童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安亲班，不但有课程，还提供膳食接送服务，完全免费。放学的话都是在外面游荡，不然的话就是跑去那个渔温啊，很危险。囡仔是上重要，囡仔吼，教育是根呐，我们的教育如果败了，这个国家就没有了。课辅班的幕后资助人是一个佛教团体，导演陈世贤将他们的善行义举拍成微电影，传播这份菩萨心。当中的演员全部都是素人，包括主演的小兄妹是当地国小的小朋友，老师、校长、阿嬷也都是以真实身份上阵。你看，我摕着一台翕相机，我挺快乐。最困难的地方是在演内心戏的时候，因为不好演出。导演陈世贤从小也是隔代教养长大，很能体会放学之后无人照顾的孤单感。听到课辅班想要成立国中班，却缺经费，二话不说挺身长进。咱加奉献过，互愈侪人知影的时阵，愈造福愈较侪囡仔，迄比咱去商业赚的钱愈来愈快乐安尼。其实这10年困难的也是很多，第一个就是金钱的问题，每一年要将近花费将近200万。一间扛起偏乡的教育，就算募款再辛苦也不能放弃，因为他们是这群孩子们的唯一依靠。民视新闻翁英修台南市报道。天生的缺陷